戏哈，咱会请咱大家真实的廖医师要来甲咱演讲。啊，廖医师伊的经历学历，我想咱无需要伫遮加讲话。不过我希望大家爱知影，廖医师即卖是专门是这老人哈医疗的主治大夫，所以你嘛爱抓条机会，有什么疑难杂症，抓条机会同我甲请教。来啊，今仔日廖医师要甲咱讲的主题，我想大家一定真有兴趣。人讲人较济话哦，什么病拢来啦，不过什么病上可怕？咱俗语讲的失智症。所以今仔日廖医师要特别为这个部分，甲咱带来医学的新的知识，所以请咱大家掌声鼓励。多谢大家。即届我毋知第几摆来遮中百会演讲，我足爱来中百会啦，你知影是安怎无？第一点当然是我讲的，大家较要听，因为我讲的拢老人的医学方面的问题。第二点呢，我去别个社区呢。人拢甲我看做老古董，来到遮大家讲啊，你要少年啦。拄则要开始的时，咱听到这个汉平会长吼，这边安怎？汉平会长讲，迄个伊常常起来遮拢袂记你过来要讲啥吼，啊，所以我今日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讲要安怎互你会当记忆较好啦，吼。啊是，我知影讲这是咱较侪年纪，大家拢有这个问题啦。佮一点我要甲大家提醒，就是讲中百会大家拢做爱来，我嘛做爱来。啊，咱的办的活动，拄则有讲较少一线，为了想要逐个月吼来举办吼。啊，我甲大家讲一个消息，阮台湾会馆每一个礼拜拢有活动。啊，你若要去拜四，每一个礼拜拜四去。大部分的时间我拢会伫遐演讲，拢是咧讲健康吼，已经讲足侪礼拜啊，逐礼拜拢有讲无共款的题目，所以恁若要来台湾会馆拜四的记哩，吼，差不多11点半，每一礼拜拢有一个讲座吼 ，OK。所以咱今日要甲大家讲的，当然上开始的是先甲大家恭贺讲好新时啦吼，我要祝大家健康幸福，啊，这嘛是我今日所要讲的。就是要讲健康，啊，佮幸福，吼。什么是健康？咱拢知影吼，这是大家提醒。这其实我会记得我以前一摆伫遮讲着，健康毋是甲讲你身体好啦。我顶摆拢讲着身体好，要食啥，要大家人来问我，拢要听讲，啊是要食啥啦，啊是要食什么药啊啦，啊是要检查啥啦。但是其实吼，除了咱的身体好以外，咱的心理吼，咱的社会吼。social 啥，逐项拢足重要的，吼，这拢是要整个拢要真完好、良好，吼，逐项拢好，才是真正健康。干那身体好，有的人身体好，啊，逐日油头甲面，含过年时就袂晓要笑，吼，这就无算健康，吼。啊，有的真孤单，这嘛无算健康。其实，咱今日出席，大家拢欢欢喜喜，笑嘻嘻对无？但是咱袂记哩，吼。咱嘛爱去关心一寡春节中有一寡人，吼，真心情低落的吼。咱讲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有影？我伫咧看一寡咱 group 吼，有一寡人伫遐咧讲哈，出外啦吼，咱拢是出外人，咱拢来对台湾离开台湾来较遮吼。像来讲，伫即个过年中吼，尤其你台湾若佫有亲情吼，拢倍思亲，拢想台湾的亲情吼，有时啊感觉真低，心情会低落吼。有时啊讲做 holiday loneliness 吼，当时啊孤独，虽然是足侪人做伙的所在，咱有当时咱心内嘛感觉真孤独，因为感觉讲甲别人无法度一个吼联系或者 connection 吼，其实有。心理有问题的人吼，咱讲差不多4分1的人，感觉讲伫即个过年过节中吼，会心情会搁较歹吼，所以这是咱来注意吼，咱来咱的亲戚朋友吼，伫即个过年中，然后即个心理上的问题啦吼，像讲忧郁症啦吼，特别吼，因的心情会感觉较歹。啊，这个孤独吼，是对身体是真无好的吼，包括我讲心理上无好，就会去影响到你的身体吼。你若心理上无好的时咧，你会分泌一寡荷尔蒙吼，会去影响到你的身体，会引起焦虑吼，引起抑郁吼，像焦虑症、抑郁症吼。啊，甚至呢，定若甲人无做伙时呢，哦，你的
认知的能力会较下降，吼，你较增加着你后摆着失智症的风险，吼，啊，甚至孤独的人，互你会较快老、较早死，吼，所以孤独对咱来讲是一个真无好的一件，但是咱本来年纪较大，咱的学习啦、记忆啦、执行解决能力就较歹啊，吼。一方面是咱较无法度集中注意力啦，咱定无法度集中注意力，就是讲咱年纪较大，咱操烦的代志较多，咱的听力较歹，有当时啊人咧讲话，咱听较无清楚，有啥物啥吼，有当时啊咱视力无好，吼，啊常常呢是去影响到你的注意力，啊你若我都无注意力的时咧，人咧甲你讲，你就无听清楚，人咧甲你教，你无听清楚。啊，有当时讲啊，我来逐届人甲我讲，我拢袂记，人甲我讲伊啥物名，我一时也袂记。其实你第一上大声，你就根本就无听到伊的名，因为你听力无好，你就无专心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，就是讲，咱也会当注意力较好，吼，较会当注意吼，专心的时吼，对咱的种种的认知能力嘛有帮忙，吼。啊，当然咱年纪较大，渐渐咱的脑的变化，咱脑的一寡神经元，我等下搁来大家讲着，神经细胞吼会丧失，吼嘛影响到你的注意力，影响到你的认知能力，吼。啊，像有当时啊是你困无好啦，吼，咱年纪较大，困较无好啦，吼，也是讲定定关节疼啦，吼，也是讲你关节疼，你食一寡止疼药啊啦，吼，拢会去影响到你的注意力，拢会去影响到你的认知能力，吼。所以年纪较大，毋是讲，哦，这是讲吼，老人吼。伫美国60岁以上，咱即摆看起60岁以上是足年足少年对吧？60岁以上有几乎1/4的人是家己大的，哦，这个比别个国家佫较侪吼。我看美国种种的关系啦，吼，咱的社会的结构啦，吼，咱的交通啥吼，真侪较侪岁人家己大，吼，啊，但是较侪岁吼，尤其是70岁以上的，超过一半的人家己大，吼，查某佫较侪吼，愈来愈社会暴力，这是伫台湾，台湾嘛是共款。吼，年纪愈来愈大时，台湾你也看，伫你来甲看遮吼，家己大的人吼，毋是干那讲伊家己大尔，佮真侪时阵吼，拢无甲朋友做伙。你看，好几个月才有一届甲朋友做伙有21%，很少根本就无有30%，加这两个加起来就一半以上嘛，吼，所以一半以上。在独居的老人，不但家独居，佮无甲人做伙，几啊个月拢无甲亲友做伙，所以互因佫较孤独，佫较独立。啊，影响到因的心理的因素吼，咱年纪较大，有人是寡居啦吼，都是说吼，你的配偶啦过身啦，寡居啦，是讲你婚姻关系的事，有人佫再婚啦，有人。寡居，佫在啊是讲，佫再婚啦吼，种种啊退休吼，感官的失落，你会把视力较歹啊，听力较歹啊，种种这吼，拢会，也是你身体吼，佫来念伊啦，讲遮无爽快，遐无爽快，遮疼遐疼吼，啊，甚至面对死亡的来临，伫少年时咱无去想，无人少年人你去甲伊讲啥物死亡啥，无人要爱甲你听，无人要睬着。但是咱年纪较大，不管你要讲唔讲，不管你要听唔听，总是心内就迄个阴影在了。咱面对迄个死亡来临，种种遮个拢会影响到咱年纪较大的人的心理吼。所以年纪较大时的心理反应定了，有时会较忧伤啦，吼。我讲 grief 就是讲你的配偶啦，算过身啦，吼，你的这个配偶的过身忧伤啦，甚至有一寡罪恶感吼。这罪恶感尤其是咱。台湾来吼有真济吼，爸母吼较老年纪老来遮来活囡仔吼，啊感觉讲啊看囡仔咧艰苦甲拍拼甲咧吼，啊感觉讲对囡仔来讲是一种负担啦吼，是讲咱老大人破病，囡仔大咱带伊去看病，咱佫袂晓讲英语，袂晓咧吼语言上的问题啥，种种拢会互你产生一种罪恶感吼，啊孤独感，感觉讲真孤单吼，尤其你若袂晓驶车，你也无法度定定来参加咱遮的迄落 party， 也是讲。聚餐啥物啥吼，啊个不时个独立啦吼 ，depress 吼，就会开始沮丧吼，甚至感觉讲真无助啦吼，真济我知影真济老大人来到遮到尾也挡袂牢，因为语言袂通、交通袂通啥，种种到尾也就只好吼，想讲啊，返去台湾吼，啊甚至会感觉做愤怒的，感觉讲
啥人哪会发生伫阮遮吼？我啥人有即个病？啥人我的配偶哪会早早就过身啥？种会产生一寡愤的情绪，所以即种情绪拢常常咱会当伫即个年纪较大时，常常爱去看到吼。你来看，而且讲60岁以上呢，差不多14%的人有一寡精神的障碍。精神的障碍是啥？我等下再甲大家讲吼。大部分吼，迄个老年人的总残疾的10到6%，就是讲你的生命吼，定破病的年纪吼，总超过10年吼。伫即个全世界来讲，伫2019年统计的时候，自杀死亡发生在60岁以上的吼，有1/4的机会吼，年纪较大吼，所以种一寡数字你也毋免，互大家小可一个警惕吼。所以咱长辈比较较定有的精神的毛病有3种吼，这3个较常见，一个是焦虑症，一个是抑郁症，一个是失智症。我会甲大家小可讲一个焦虑症，要讲较侪失智症，抑郁症我以前可能捌讲过，可能今仔咱无时间去讲抑郁，迄是足大一个问题。焦虑症、抑郁症、失智症。焦虑症是啥？你看，65岁以上有真侪焦虑症，尤其是女性较侪，主要是你若有病啦，是讲退休了后的经济的压力啦，担心你的亲人状况，也是你日常生活中你即摆身体较无方便啦，都爱举拐啊啦，举 walker 啦，啥种遮也是讲你有开始有听力的问题啦，是讲你捌跋倒过啦，迄种对你的这种压力的时候，甚至于对死亡的忧虑，拢会互你产生一寡真侪焦虑，人较侪岁的时，若焦虑的时呢，咱知影讲少年的人焦虑嘛是有学生囝来讲马上要考试，今日就焦虑着，但是伊焦虑就是焦虑。较侪岁的人，伊伫咧焦虑中的时阵，有当时伊所表现出来是身体的症状，所以互你拍诊断，伊会抱怨足侪伊身体的无爽快，实在是伊心内焦虑，亲像啥？亲像伊的咱讲若有焦虑症吼。搁有一个较大的问题是讲，大部分较侪岁人有焦虑症的是，伊拢无爱看医生，无爱治疗，1/3的人无想治疗，因为感觉讲真见效，是家己感觉讲真歹有啦，啥物啥，无爱去讲，无爱讲出来所以真拢袂治疗。你焦虑症其实若无治疗呢，久呢会造成了一寡你的种的身体的问题，中风啦、心力衰竭啦、肾免疫啦、心脏病种的心脏的问题。所以咱讲心会影响到咱的心嘛，对吼？心理的问题影响到身体，咱心理的问题嘛是要治疗。但是大部分的长辈有心理问题是，足见效去讲，嘛感觉讲对怀互囡仔有负担，嘛我感觉讲去看医生足麻烦，讲话也听无一个人翻译心理的问题、身体的问题，讲甲伊抽血啥检查，心理的问题讲话你阁讲袂清楚所以真侪对老大人来讲，伫咱遮长辈常常有心理的问题，无爱去治疗。你看伊的症状是啥？有当时是愈来愈孤立啦，你就感觉讲真无伴，真艰苦，愈来愈孤立，愈无爱出门，常常有当时困袂去，胃口会歹，较躁动，注意力袂集中有当时惊慌真侪，甚至你来看伊身体的症状，感觉发抖、出汗、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、窒息、肌肉紧张、易怒、胃痛、头痛、胸痛连起来足长个对无？手脚麻木、身体发寒。这种的身体症状，你看起来啥啦？敢若足严重的咧，加上真正你若真正迄个焦虑症，有一种阮讲做恐慌症 ，panic attack 发生的是无着无治来的是，哇！你规身躯会喘，规身躯胃寒，规身躯感觉心脏砰砰顫，感觉讲要袂喘气，心脏讲要跳出来感觉是讲要窒息迄个感觉。这其实都毋是讲真多但是咱有当时也拄着我有一个朋友。差不多80匡岁伊就是安尼，伊的症状严重到去看医生，伊就干那用讲，我像我讲袂清楚啥，大家看，就我倒个医生就逐项检查，心脏检查、肺检查，啥物腹肚检查，你就胃艰苦检查胃镜你就喘气艰苦，甲你检查肺检查到尾就拢无病咧，愈无病伊愈受气。我讲无你是不是有病伊讲我都有病，我明明都有病，啥医生拢甲我讲无病，讲到尾检查到尾我倒咧，转去台湾咧对台大、对荣总、对星光嘛一间去，转来我问讲你检查了有安怎？医生甲我讲拢无病啦，
焦虑症吼，足侪问题吼。这恐慌症吼，咱讲做 panic attack 吼，你若捌中着这人实在是足恐怖，伊感觉讲迄个时阵那像规个人要沉落啊，世界要末日啊吼，伊要随时要死啊吼。所以迄是焦虑症吼，啊焦虑症会当治疗，吼当然有心理psychotherapy 心理性的治疗，吼有几啊种心理性的治疗吼，阮讲做 exposure therapy， 互你慢慢铺落实。啊焦虑症足侪无办法，有人对恐慌，像我拄则咱。会长讲啊，伊迄落几岁时去台顶啊讲话讲一句过来后壁拢袂记吼，迄嘛是种恐慌吼，你落恐慌起来，啥物拢袂记哩啊吼，像我即讲一半，啊过来是要讲啥袂记，迄嘛是种恐慌吼，迄足侪拢会是恐慌吼，啊这吼，迄拢其实拢会使用精神方面来治疗，啊嘛有药仔头治疗吼。较侪岁人的治疗，甲少年的治疗，佫无啥共款吼。所以这咱今日无要讲这吼，咱今日要甲主要要甲大家讲是要讲失智症，因为吼讲拢会袂记吼，咱要讲安怎会袂记。失智症啊，大家哪会较惊失智症？我知影有真侪较侪岁人，我来讲啊，恁会惊死无？大家拢讲我毋惊死啦，反正就一定会死啊对。啊我来讲啊，你会惊到失智症无？足惊的，因为失智症安怎？你无迄个。identity 啊，你家己的迄个自我的迄个吼无去啊，你感觉讲你都变做敢若毋是人，人还阁伫遐，啊，毋过你敢毋是人，你也毋知影你是啥啦，你也毋知影对来啦吼，你毋知影你即摆是伫遮啦吼，啊，你后摆要去对对吧？各位，我甲你问，你知影你即摆伫对无？你知影你是啥无？你知影你后摆要去对无？真好笑吼，但是你最到想，真侪人拢毋知影后摆要去对哦吼。啊，恁着后摆爱小思考一下吼，后摆咱人是要去对，后摆5年后、10年后、20年后，咱人要去对吼。若毋知影是咱才有律师吼，你也使甲问。失智症吼，最近这篇报告，前无偌久才出来吼，伊去计算，这当然伊算吼，这是。澳洲一个伊算吼，你一世人得了失智症的风险，男性是35%，女性是48%。哇！恁遮内底有2个查某的2个内底有1个你会得失智症，当然毋是讲明仔载，毋是讲明年，就是一世人内底得有48%吼，所以是真悬的吼。前差不多10年前，伫波士顿遐有迄个哈佛做一个 research， 伊去外口甲所有的社区的人拢甲叫入来吼，啊甲检查吼，检查看有失智症吼，85岁以上的啦吼。你知影？伊跩社区哦，毋是病人，我都社区的人吼叫。你知影有偌济人有失智症无？伫伊个检查出来嘛是一半以上，吼。所以你若好运，活到85岁，你可能有真大的机会得了失智症对。啊，你若歹运较早死落去啦吼。咱来看一个笑话吼，伊讲有一对夫妇啦吼，伊去家中晚餐，我袂使讲伤慢，你知无？哦，搁20分的款吼。去晚餐吃完后吼，因某去厨房去遐翕，啊因2个先生伫遐讲话啦吼。迄查甫甲伊讲，吼，我昨暗去食一间餐厅，食甲足好食。伊讲啊，啥物名的餐厅？这查甫想足久来讲，啊你若爱一个人的时，你拢送伊红色的花是啥物花？迄个查某个，迄个另外迄个查甫讲，你是讲玫瑰是无？吼，伊讲，哦，就是这啦，就是玫瑰，所以甲伊的厨房讲玫瑰，我昨晚我们去那家的餐厅，名字叫什么餐厅？这笑话就是讲，伊当时伊袂记你某的名，吼，这因阿伊袂记伊某的名。第二点就是讲，伊袂记你讲迄红色花做啥物花啦。啊，其实啊伊就讲，啊，若你要送互爱人的花吼，其实失智症真侪人安尼。迄邮差伊毋知影啥，伊袂记你啥，迄也做邮差。伊讲啊，都迄个咧送批，吼啊，去科医生伊袂晓讲，伊讲啊，都迄个吼起来甲我戳喙齿的，拢安尼讲吼，所以迄就是伊失智症其实有一个现象，一定迄个名词伊袂记哩啊吼，但是伊会记你讲迄哦。咱讲一个病例啦吼，一个75岁吼，伊开始记忆力变差，啊脾气暴躁吼，啊日常生活无法度自理吼。
应对慢吼，常常迄个开炉袂给你关，开水袂给你关，讲话词不达意，讲话结结巴巴讲袂清楚，哦，甚至到尾来被偷妄想啦，常常讲家人偷了他的钱喝酒了吼。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安尼吼，伊婆婆吼。伊嘛毋知有失症，迄足早嘛吼，几10年前，大家想讲啊，但是伊婆婆甲规家骂啦，骂讲我一寡钱你甲我偷摕去倒，我一寡遐厝迄我手指啥物啥拢甲我摕去倒吼。啊，尾啊愈来愈明，迄才知讲啊，原来婆婆就是有失智症啦。家己物件藏到尾啊，家己袂记哩倒，怪咧拢怪伊媳妇吼。伊袂怪因囝啦吼，伊袂怪阮后生仔头，拢讲媳妇甲我偷摕。佫有人咧看电视呢。看电视讲奇怪，迄个人哪歹？我石头摕起来就我记，伊是讲迄是真正的人啦。电视内底人咧做电影，歹人伊是讲迄真诶人。所以你甲看吼，失智症，真侪人足惊讲啊，我的记忆力愈来愈歹，我大概安尼要出门吼，我锁匙伫地找无吼，我是毋是失智症吼？其实失智症毋是干记忆力尔，对无？咱若有厝人有人有。失智症的亲戚朋友，你就知影有足侪症状，毋是干那记忆力尔吼。啊，你看有啥物款的症？吼，记忆力变差、重复问话，吼，有认知功能较歹，吼，应对反应慢、说话词不达意，所以语言能力嘛影响到。错认电视的情节为真，所以根本是妄想症，对无？妄想，吼，脾气暴躁，脾气嘛影响到。其实真侪失智症的患者，伫还未有症状明显的时。表现出来是伊的脾气，哦，伊的行为的改变先大先，慢慢才开始有一寡记忆上的行为。所以当开始行为时，你会感觉讲这人足歹相处。大部分吼失智症，你咧顾失智症的亲戚吼，上艰苦顾就是，毋是讲伊的记忆力歹，上艰苦顾是伊的行为嘛，对吧？我有一个亲戚，因妈妈。着失智症，妈妈吼着失智症了吼，因爸爸若行去个边吼，伊就喙皮啪就甲伸落。大概啦，看到因爸爸喙皮甲伸落来，爸舌到行到拢唔敢去。尾啊吼，大家想讲啊，可能少年的时候，因爸爸对妈妈太迄落吼，逗伊了吼。少年时太太唔敢嘛，吼，迄阵上好，咱迄阵大家拢做温顺嘛吼。到即马失智症啊，袂晓控制家己的行为啊，喙皮就甲伸落啊。所以脾气暴躁吼，规个人偷摕伊的钱吼，来生活功能就受到问题啦吼，定定吼，真危险啦，说烧物件、烧气啦、水啥吼。所以失智症是整体所有的吼，毋是干那讲啊，我今日要出门袂记你锁匙，毋是干那讲你的记忆力歹尔，整个你的行为、你的认知能力拢受到影响吼。你看吼，记忆力变差以外，你的语言能力啦，你的控制感就是讲你行出去。袂记伊我度迄个分片吼，我度转来吼，所以将一个胖健气有吼，胖健气吼，判断力、抽象力、个性的改变吼，症状已经上调就讲症状爱明显造成社交及职业的功能的下降的障碍。你有一寡记忆力歹，但是你其他无啥问题，你要有法度住伫厝里，家己一个大，要有法度出门开车，要有法度去买菜，吼，啥物啥种日常的行为拢会使是，你安尼还无算失智症。哦，失智症是迄个症状严重，甲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功能。不过若是安尼是咧，吼，当然毋是其他的原因造成啊。咱知有当时食药创啥影响了你的认知能力，迄嘛无像失智症。但是你有想到哦，咱正常嘛是常常拢会记忆无好咧吼，但是偶尔啦，有当时也袂记哩啦，吼。失智症人是常常袂记哩啦。正常老化呢，咱常常袂记哩。但是咱袂记哩是差不多迄个程度吼，但是失智症的人是愈来愈歹吼。失智症是一种进行式的，失智症是一种愈来到尾愈严重的，所以失智症的是愈来愈歹。你若讲我几年前，你讲我定定胖袂记你物件，我旧年嘛是安尼，我前年嘛是安尼，迄毋是，迄就毋是啊。失智症是一年搁一年搁较歹吼。你袂记哩呢？是遗忘某一部分尔吼，像我甲伊问讲，你会知有食饭无？有啦，你食啥？你讲，袂记你讲你有食卵，讲袂出来，甲他欠去吼。但是你若失智症的人，我讲你会知有食饭无？
我无咧，我无食饭咧。伊拢规个，伊叫食饱，但是拢袂记啊。吼，整个全部遗忘吼，这是失智症吼。病视感吼，真侪，较侪话来讲吼，我才记忆足歹，我有失智症有啥？啊，你若会晓讲你有失智症是，可能你就无失智症啦，你有你有病视感嘛，你知影讲我有问题嘛，吼。当然这无一定是安，但是大部分是安尼啦，因为失智症啦，伊家己无自觉嘛。你甲讲啊，你即摆记忆足歹啦，你有失智症。你莫后白讲啦，我要哪会失智症啥吼？伊电脑伊无家己无咧感觉吼。啊，当然伊大部分失智症的人，伊就无法度正常日常生活。所以种种这症状来讲，咱会当小可会当判断。但是你有感觉，就是安尼拢用症状来诊断对无？敢会准？你去找医生，不管你找啥医生，伊甲你讲啊，你甲我讲哦，我听你讲哦，不根据你的症状可能有可能无，其实无讲偌准啦吼。一般的医生啦，用症状来判断，其实才有60%啦。就是伊甲你讲你有失智症，你讲伊的诊断的正确率10个内底甲6个尔。我讲安尼，我来看专家嘛是差不多70%尔，10个内底7个尔。所以医生根据你的症状来判断你有失智症无失智症的时，其实准确率并无遐悬。安尼要安怎？你看咱若阵有肠仔对无吼，有问题老血对无？医生甲你听下来讲啊，你有肠癌，根据你的症状讲你肠仔有生癌，安尼会准无？无一定嘛，对无？伊会讲啥？咱来做一个肠镜甲迄个物件甲切片，啊切片送去病理看，啊再会当讲你有癌，哇，真正100%你有癌嘛，对无？所以要有一个病理的检查嘛，对无？啊，失智症敢会使有病理的检查？失智症是脑部有问题嘛？伫这个咱讲做海马回对无 ？Hippocampus 吼 ，Hippocampus 遐甲咱记忆力有关系嘛？失智症就是对这个海马回开始的吼，遐神经元的变化才开始吼，你有失智。海马回是咱的短期的记忆，咱短期的记忆吼。啊，海马回会甲这个皮质啦吼 ，cortex 遐会交谈，咱若伫这段。咱记忆其实有3种，这毋免去清楚一个叫做 sensory 吼，咱感官的记忆，一个是短期的记忆吼 ，short term， 一个是长期的吼。长期的记忆是要留伫迄个皮质，啊 ，hippocampus 吼是短期吼，会去上去传承。迄个期间咧几啊年啦，甚至3年啦吼。啊，但是失智症，咱咧讲阿尔兹海默症，失智症是对这个 hippocampus 开始破坏，所以你的 short term memory 升无去。所以有真济啊，但是你长期的 long term memory， 长期的 memory 留伫皮质遐，较会当保存吼。所以真济人昨上再来甲我问讲，哦，昨着还一问讲，阮先生吼，伊拢定甲我讲，伊10年前、20年前就拢讲我足清楚咧，啊，毋过即摆哪会拢会知影创啥拢袂记啊？嘿，所以这个人伊对这个短期吼，最近的迄个记忆力吼，生活都记伫啊，但是。较早的迄个记忆已经留伫这个皮质吼，伊还阁较会记吼，所以 recent 的 memory 近期的 memory 较紧袂记，啊远期的 memory 伊还阁小可会留着吼。当然，甲上尾也是整个拢破坏就拢会破坏啊。啊，你看这是一个神经细胞对无吼？神经细胞甲神经细胞相连吼，一个神经细胞一个神经细胞相连安尼去吼。啊，咱若受到要记忆的时，其实就是这个轴突终端加这个阮讲做 synapse 吼，遐交接吼，伊会增生吼，啊强大吼，造成就产生记忆力。咱若有680亿个神经元呢，啊每一个神经会当长出1万，我遮无写哩吼，多的这个dendrite， 所以咱的记忆力会当足大个，当储存量足大，你若像用电脑来讲吼，这足大个对无吼？啊，但是失智症是安怎？神经细胞你也会记吼，神经细胞是这粒吼，这粒啊一个轴突吼，啊来遐甲别人相连吼。啊你若阵失智症的时呢，你来看，这正常的细胞，啊这失智症就是阿尔茨海默吼，你来看有这个垃圾物件，有这个垃圾物件，吼，啊这就是第一个伫神经细胞外口有这个淀粉类迄个
plaques， 吼，迄个 deposit 伫遮，吼，即个神经细胞的内底有一个阮讲啊做，迄个过度磷酸化的tau蛋白质残解成神经残解，我叫做迄个创无好势款嘿，吼，所以后彩膜其实伫病理上有一寡变化，吼，伊会当变化，啊，问题是伫脑内底啊。咱咧肠癌，咱会使做肠镜，啊，甲迄大肠癌甲伊切片就好啊。啊，恁脑你要安创？来哦，你有失智症啊？无我甲你破脑看卖，甲伊做一个切片，哇，惊死对吧？所以袂当安尼做嘛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哦，咱这来讲吼，神经外部有遐贝塔阿米罗 protein plaque 的干扰吼，啊，神经内部这tau protein 过度磷酸化，造成也是亲像个水管咧，互伊营养。啊，你若过度磷酸化，迄个水管吼闭开吼，啊，就无法度上营养，所以细胞会死去吼。啊，细胞若死去的时呢，佫有遐免疫细胞会来啦，啊，造成发炎种种吼。所以这就是阿兹海默症的迄个变化吼。啊，当然佫较严重的是，脑部就开始萎缩啦，伊的葡萄糖的代谢拢有问题啊啦吼。这样变化足早就有啊咧，伫你还未有失智症以前，30年前可能就有啊。意思讲你80岁有失智症，50年前，咱来甲你的脑破开来看，内底就已经有这病变啦。所以咱有可能会当真早就甲伊诊断出来，对吧？这个一个来讲吼，什么造成失智症？有当时是细菌感染造成发炎，发炎会造成迄个细胞的死亡，吼，神经细胞的死亡，吼，啊是讲基因的突变，吼，会造成这个遐拄则遐沉淀吼，我今日咱免去讲啊，想过吼安怎沉淀吼，迄个贝塔阿米罗的沉淀，啊是讲拄则遐变化吼，啊甚至是迄个感染病毒的感染，譬如说迄个咱有人喙安尼去泡啊，做 herpes simplex 有无？单层疱疹吼，迄嘛有人讲，因为迄有迄种的感染，有可能会引起发炎，有可能会影响到贝塔阿米罗，所以迄种人可能嘛较有可能会得失智症，吼，有真侪毛病，真侪感染，吼，走去脑可能较引起到失智症，吼。啊，你来看，伫失智症的22年前，大脑中就会当检查到迄个贝塔阿米罗，吼，第一当伫18年前就当检查到葡萄糖代谢异常，吼，啊，伫13年前就当检查到脑萎缩的现象。所以其实咱脑就是因为遐感染啦，是基因的突变啦，咱脑开始有病变，病变了过10年、过20年，甚至过30年，开始你就变成失智症啦，吼，有失智症出来。所以咱会使伫咱若甲抽血，抽你的凝骨髓的血，吼，抽你的血，会当检查到遐做变化，吼。也是讲咱用迄个 PET scan 会当遐做，吼。咱是有这个办法去遐做，吼。无免甲你破脑，会使用这来检查。问题这检查拢真麻烦，你讲要抽凝骨髓，嘛使插一支针去检查，对吧？嘛袂当黑白做。你要做一个 PET scan 嘛是足贵的，吼，爱去病院去做啥？但是，这我就免看，就讲大脑变化。但是今日所要甲大家讲就是讲，2024年旧年，咱伫这个阿兹海默症吼，伫医学上有真侪发展。第一个发展就是讲，咱遮有一个抽血检查，抽血嘛是检查你这个阿米洛伊吼，啊是迄个tau protein 的关系，但是抽血伊会当对血抽就好，免抽凝骨髓，抽血会当检查到一寡无正常的蛋白质，吼，啊会当来知影讲你的脑可能内底有迄个蛋白质的沉淀，无需要做 PET scan， 无需要做破脑，无需要做抽凝骨髓，所以这是一个2024年，就是拄则过今年，迄个 FDA 批准的一个抽血检查，吼，啊，搁一个就是讲2024年，搁有一个新的，就是讲咱古早咧治疗拢是迄症状尔，对吧？讲治疗你的症状，但是咱2024年有批准2种新的药啊，这2种新的药会当治疗这个病理，就是互你迄个贝塔阿米罗伊，吼，迄淀粉类的蛋白遐无正常蛋白，互你较少。哦，所以这是2024年，我今日要甲大家讲，是讲因为有这新的发现，新的发展，吼。啊，新的发展有啥物好处？这个跟讲者吼，像伊的检查，伊会当
咱普通若无抽血检查的时，我拄则讲过吼，一般的准确率是40-60%，失智症专家准确是70%。但是你若用抽血检查呢，会当帮助你的诊断的准确率达到90%，90%。所以是真好一个抽血检查啦吼，会当互你对医生来讲诊断阿兹海默症即摆是会当抽血，吼，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讲。抽血一方面真贵，一方面个过程真麻烦哦。这个最长的检查哦，因得甲你血液冷冻伫0下80度送来到美国来检查啥，所以有真侪问题吼。但是至少即摆有一个血液的检查，会当甲亲像去抽淋骨水病准，几乎病准吼，90%的准吼。啊，搁这个药仔的治疗，药仔的治疗吼，这个2种新的药仔吼，就是我写一下吼，你看。当然咧，我写唔对吼，MAV 吼，这种药也当互你咱拄则看遐无正常的蛋白质减少。古早咱拢治疗症状尔，古早伫旧年以前，拢伫遐治疗你的症状尔，即摆会当治疗你的真正病理、你的病程吼。但是这两种药啊，一方面当然是真贵，一方面是爱注射，一方面是伊有真侪副作用。有当时啊会脑会肿，有当时啊是脑会出血，吼，所以毋是讲会当普通的治疗，还有特别的治疗，特别有一寡有脑出血的人，也是寡伊的基因有问题啦，吼，会危险性较大，吼，所以这甲医生讨论，吼，所以总讲一句，咱要讲预防吼，总讲一句，伫2024年对阿兹海默症的诊断甲治疗，咱有真大的进步，但是当然迄个进步也无够。因为咱的诊断，吼，要毋是讲会当100%正确，啊，因为治疗的药啊，虽然可能会当互伊的病程的进展较慢，但是并袂当互伊变较好，互伊较慢歹，吼，慢几个月，啊，但是袂当较好，啊，搁一方面的副作用真大，吼，啊，所以这，但是总是，互咱看到这个曙光啦，因为几十年来的研究，即摆渐渐开始有一寡进步。所以，咱遮较好运的，无定过10年后、20年后，咱得了失智症的时，无定迄个时阵有一寡较好的治疗啊，对吧？所以讲预防，少年的时尽量受较侪教育，甲你的教育有关系；年轻的时教育较少的，吼，得了失智症的机会较侪，所以咱尽量少年爱尽量受较侪教育。这亲像一个厝啦，吼，你银行内底少年时摕较侪钱，你老的时钱一直用，毋过用较久嘛，对无？啊，你若少年时钱欠无够，你老的时一时仔钱就用了去啊，所以共款吼，所以少年尽量受较侪教育。中年的时呢，听力的障碍影响到你的智力，啊，对来讲听力影响到你脑，吼，所以你若听力障碍啦，吼，这写后壁写100%，就是讲咱我所讲的这12项内底吼，有40%，你若有照安尼去治疗的时，你会得到失智症的机会减40%，吼。啊，你若听力有障碍，你去创助听器啥，你会当减少8%得到失智症。所以你若有听力障碍人，我想讲啊，听力障碍唔要紧，去挂助听器，吼。啊，脑部受伤尽量莫脑部受伤，爱滴吼，怎来讲，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对吧？吼，较莫脑部受伤，高血压爱控制，吼。较莫啉较侪酒，肥胖吼，啊，抽烟，depression 爱治疗吼，社交的隔离吼，缺乏运动，空气污染吼，空气污染因为最近做这个野火吼 ，wildfire 的迄个污染吼，嘛会增加你的失智症，得到失智症吼，啊，糖尿病吼，啊，其他高胆固醇啊，视力障碍，这两今年本来有12项，今年搁加2项，所以你若当种遮做的时候，你得到失智症的机会就减40%，好，所以这大家讲，互大家了解吼。啊，增强智力的策略就是讲，咱来学新的语言啦，吼啊，阅读一寡挑战的书籍，毋是让我白看啦吼，啊有健康的习惯啦吼，种种。好，剩几分钟，甲大家讲一个，什么是幸福啦吼？然后拄则讲的健康幸福，幸福是决定于你的内心啦，不是你的外在环境啦。有人是讲我趁钱趁足多，就会幸福，无啦。所有的统计讲，大部分拢做你若趁钱趁到1年7万5啦吼，迄是较早。即摆讲你若趁钱趁到10万吼，
搁较趁较侪钱嘛，袂增加你的幸福啦，吼。所以是你的内心啦。其实若有人无一定讲就较无幸福啦。你看，咱讲你有幸福袂好，你去做 research 的时候，50岁、50几岁时，其实是上压力上大的时阵啦。可能你的囡仔啥吼，啊你若老大人你退休吼，你若当调整你的心态吼，其实你的幸福感，嘛是爱真好吼。所以毋是讲你坐岁就安怎吼，啊这是最近一个报告吼，我感觉嘛真趣味。宗教信仰与幸福感吼，有宗教信仰。有积极参与宗教活动的人，往往比较快乐啦。当然，我毋是讲做有啥物宗教信仰，大家拢做幸福无啦。哦，但是比较上来，整体来讲，啊，这个research是但是伊做是毋是做讲啥基督教？不管你是基督教、佛教、犹太教、印度教，纵使你若有一个信仰真正虔诚，你去参加的是，你的整体的幸福感是较侪。啊，伫这个族人下降的这吼，每个国家吼，幸福感愈来愈少吼。所以咱年长者，咱毋是讲身心灵，咱爱灵，哦，咱的人生的意义，到底你的人生是啥？吼，咱这生命回顾，这后摆有机会再讲，有平安的心，吼，有爱红爱，有宽恕。我这泡泡很奇怪，变无共款，一生有永生的盼望，吼，种你，所以即摆咧关心这个身心吼，嘛咧关心你的灵性啦。你知影咱有一个网络课，我发现足侪人拢知影吼。湾区有一个叫网络课，你知无吼？网络课伊设一个新的 program 吼，发表起来嘛袂歹。伊就是有创一个新的 program， 就是一个牧师甲一个心理医师吼，创一个吼去逐个月去举行迄落即演讲吼，看教因安怎吼关系的灵性，对遐人保证讲效果就诚好啦。所以灵性嘛是真重要。哦，常常爱花时间去细细品味我种啥，哦，心存感恩，哦，追求意义，追求快乐的人往往得不到快乐，追求意义的人往往所得到的是幸福快乐。哦，你人生有意义，你追求，因为你追求快乐是你家己，你想讲我要安怎快乐，我要有钱，我要有名，有毋对？追求家己的幸福的是，你完全追求一点；但是你追求生命的意义是要去帮助别人，互你的生活较有意义的是，颠倒你的幸福，你的快乐，吼。哦，真慷慨，感同身受吼。我想安尼讲到遮就使吼，就大家迄落吼调整你的心态，这大家拢会当去看吼。所以今日甲大家讲咱过年时，咱要健康，咱嘛要幸福，吼。咱要健康，咱心理健康真重要。咱要幸福，咱的灵性，咱的灵命拢要足重要吼。所以健康、身心灵健康。伫这个过年时，吼，蛇年祝福大家身心灵健康，吼。多谢大家今日遮好。遮好的演讲，互咱伫咱头前的日子咱逐人的性命有得到帮助。多谢你。廖医师甲咱提醒吼，这个廖医师目前是台湾会馆的理事长，伊名真，因为礼拜四哦，这个系列的那个健康讲座拢有伫遐，所以我知影台湾会馆的礼拜四因叫做长辈日，即摆足侪人啦，内底也有唱歌，有运动，有迄个拍乒乓。所以希望大家当多多支持哈，谢谢。